继续来看这个疫情之下，真侪民众的正顿拢是食便当。这个云林口湖游客中心特别推出着阳光便当，有食这个素食的甲花教导专门的便当，食材拢是用在地农渔产，要互大家食安心、食健康。 口湖游客中心推出特别的阳光便当，利用在地农渔产日菜，澎湃菜色有真济，山珍海味。透过云嘉南滨海的一个盐业文化，那我们去呼应了疫情发生的时候，可以提供给一些个人化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需求。游客中心嘛讲，民众若是对便当有特别的要求，嘛尽量客制化。 和游客会使食到上符合家己口味的便当。我们还可以客制化，依据你的预算需求，去帮你客制化的去完成你们的需求的便当。因为最近订单真济，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透过网络或者是电话，提早3天向游客中心来订便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